確實蕭哥可係一登場就已經成為咗第一火攻嘅排名喎。第二隻已經係4星嚟啊嘛。好強好強！哦，點解嘅？我尋知我加傷雖然高，但係再加個熔化應該都唔止一下由25000變咗10萬啊！5倍喎，呢個係銀倍4倍喎，4倍喎，好過。係嘛水實，你玩糊塗，你玩糊塗，咁冇啊，繼續呢個我就係咯，火嘅話，火絲嘅話，哦，老角色。但係你有15萬喎，bro。哦，糊塗係咩啊嘛？魔女圖啊，魔女有呢個反應加成啊嘛。哇！咗呢個。唉，唔怕，有盾唔會死嘅。一轉，跟住就可以開6命效果。好，總要抽埋，唯一真實。我14萬。12萬。係啊，唔係有打中啊，打中隻細嘢咯，但冇暴擊咯，見到。係。誒，我大膽嘅諗法。誒，冇模型嘅屌！點解會冇模型？不是，我真係大冇咗啊！讓等待成為遺憾。咁窮為意。直接攞大咪得咯。我冇記得我先打咗6打落去啊！少女裝少女圖。物理留一斗，物理留火神。以前打呢個傷係好難先打得到喎，識滿晒啲 buff。而家你知一隻希特拉你就搞掂，一隻滿名嘅希特拉。以前我點打呢個傷害啊？中離個盾，然後上水，跟住巴尼特踩大6命巴尼特，然後胡圖喺巴尼特大範圍嘅情況下秒開 EQ， 喺回血回過一半之前秒打個大出嚟，先勉強打到呢個數字。
依家咧，你只要揾一個有滿名嘅希特拉嚟嘅人上嚟幫你開個世紀，掛個兵，跟住又搞掂。所以名座都係要抽副座數。超因果嘅你唔好嚟。呢個以防撞鬼啊嘛，撞到都係一點之能啊嘛。唔要，面壁思過喺度。好奸人咁刮咗啲細怪咯。你哋放嗰個人係咯。你噴嗰個啩？一齊死嘅嘢。我是知道的。喂，做咩咁電嘅呢度突然間？我仲有1000九，唔怕。我仲有1000九。不死！我操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有隻大嘢喺度啊！有隻大嘢喺度，佢落唔到嚟嘅應該，你應該打到佢嚟嘅。哇！我操！喂，呢度係咪公義啊？打見到。喂，我萬夫撈你10萬啊！哎，想看烟花吗？我咗個兵啊！好似有成就嘅打，因為佢有2個成就，好似。